你係喺度請聖物，定係同神明做買賣？各位同好，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日嘅深度分享。之前同大家傾完泰國當地人簡排嘅三大維度，核心係睇生德、生活平衡同埋八俗間。今日我哋順住呢個話題，傾一個更直接，甚至聽落有少少刺耳嘅話題。你當初請下手中呢尊佛牌，真正嘅目的到底係咩？喺佛牌市場入面摸爬滾打咗20幾年，我見過形形色色嘅齋主同埋藏家。好多人一坐低問我第一句通常係：老闆，我想請尊佛牌，有無邊一尊係招財最犀利，戴咗可以即刻幫我搞掂啲債務問題嘅？或者有人會問，有無邊尊牌可以幫我挽回感情，可以等我個對手立刻倒霉？每當聽到呢啲問題，我心入面總係有一種講唔出嘅感觸。好多人將請佛牌當成咩？當成買保險，甚至是同神明簽合同做買賣。我今日使咗幾千幾萬蚊請呢尊牌，咁聖物就必須要喺1個月之內幫我賺返10倍嘅錢。如果冇，咁就係呢尊牌唔靈，或者呢尊牌係假嘅。呢種將佛牌當作功利交換嘅心態，恰恰就係海外華人市場日日被騙、日日買到商業牌假牌嘅最根本原因。因為出面嗰啲不良牌商同埋無良公會最鍾意嘅就係你呢種急功近利、想走捷徑嘅心理。今日呢一集，我想幫大家將請佛牌嘅目的重新校正。我哋唔談天花龍鳳嘅玄學，純粹從因果、磁場同埋心態嘅底層邏輯嚟探討一下，一尊真品佛牌到底可以為你帶嚟啲咩？核心理念一，佛牌唔係合約，佢係大師原力嘅放大器。我哋必須要先認清一個事實，佛牌從來就唔係命運嘅決定者，佢係一個放大器。好多人以為請咗佛牌，自己就可以躺平喺屋企發大財，或者揸車橫衝直撞都唔會出事。呢個完全係本末倒置。泰國正統嘅小乘佛教聖物，佢嘅力量源自於高僧喺禪定之中注入嘅願力同埋法門頻率。咩叫願力放大？簡單嚟講，如果你本身嘅努力同埋福報係1，佛牌嘅加持力係10，咁兩者相乘，你得到嘅就係10嘅回報。你會發現原本卡關嘅生意突然間順咗，原本見唔到嘅客戶突然間願意見你啦。但係如果你自己努力係0，你日日怨天尤人、好高騖遠、不務正業，咁你嘅基數就係0。呢個時候，哪怕你條頸掛住嘅係價值幾百萬嘅重迪佛牌，0乘以10，結果依然係0。泰國一些真正修行高深嘅老和尚督造佛牌嘅初衷，從來唔係為咗等大眾一夜暴富。師傅們係用聖物同大眾結緣。師傅知道眾生皆苦，喺生活的泥潭入面需要一點信心同埋支撐，所以將自己嘅禪定力同埋經文力量定格在金屬或者粉質材料入面，交到你手上。所以請佛牌嘅第一個正確認知係幫自己請嚟一位無聲嘅監督者同埋無形嘅力量放大器，而唔係請一個替你打工、替你作弊嘅奴隸。核心理念2，行為嘅修正先至係磁場改變嘅開始。既然佛牌係放大器，咁佢係點樣影響我哋生活嘅呢？答案就係4個字：修正行為。呢個亦係我哋請佛牌最務實、最科學嘅目的，改變個人嘅磁場。大家諗下，當你條頸掛住一尊，你花了心思，帶住敬畏心請返你嘅名師自身像嗰陣，你內心會發生咩變化？當你想發脾氣、想同人起衝突嘅時候，你低頭摸到胸前嘅佛牌，你諗起呢位師傅一世人慈悲為懷、戒律精嚴，你嘅火氣係咪就會壓低3分？
呢個喺法門上就避開了口舌是非同埋惡緣。當你做生意面對利益誘惑，動咗歪心思，想要欺騙客戶嘅時候，你諗起佛牌背後大師嘅教誨，你選擇了誠信，選擇了收手，呢個喺因果上就為你累積了善緣同埋長線嘅回報。好多人日日喺度追求神秘嘅法術，卻忽略了最大嘅法術其實就係你自己嘅起心動念。正統嘅佛牌就像是一個24小時喺你身邊嘅調頻器，佢散發住師傅禪修嗰陣那種極度平穩慈悲嘅頻率。你佩戴着佢，只要你願意順應呢個頻率去調整自己嘅脾氣、做人嘅態度同埋做事嘅底線，你嘅磁場就會慢慢變得乾淨審穩。當一個人的磁場對咗，整天和顏悅色，做事腳踏實地，你身邊嘅小人自然會覺得同你格格不入，而自動遠離。嗰啲真正可以幫到你嘅貴人、客戶，自然會被你散發出來嘅磁場吸引過來。呢個先至係佛牌幫你招財擋小人嘅真正運作邏輯。核心理念3：面對困境嗰陣，佛牌俾你嘅唔係奇蹟，而係底氣同埋退路。我哋請佛牌唔係為咗保證人生一帆風順，而係為咗喺風雨來到嘅時候，我哋有底氣撐過去。人生係有週期嘅，每個人都有走低谷、走霉運嘅時候。喺海外華人圈嘅宣傳入面，好多人將佛牌吹到神乎其極，彷彿戴咗就可以立刻逆天改命、打破因果。但我話你知，真正嘅泰國老藏家，佢哋請牌戴牌嘅目的係為咗求4個字：逢凶化吉。注意係逢凶，然後化吉，也就是說，該來嘅考驗、該受嘅果報，佢可能都係會來。但係喺原本你要摔到粉身碎骨嘅關頭，因為聖物嘅庇佑，因為你平時累積嘅福報，佛牌喺關鍵時刻幫你電了一把，等你最終只係擦傷離場。原本你可能會破產倒閉嘅危機，最後只係虧損了一筆錢，保住了東山再起嘅本錢。原本可能致命嘅車禍，最後架車報廢咗，但係你整個人完好無損咁從駕駛座入面行出嚟。呢個唔叫神話，呢個叫大事化小。佛牌給予佩戴者最大嘅加持，係喺你最絕望、最無助嘅深夜入面。當你握住胸前嘅聖物，你可以感受到一股力量話俾你知，唔好驚，師傅仲陪緊你，呢關一定可以撐過去。這種內心的安定感同埋底氣，能等你喺低谷嗰陣唔會自暴自棄，喺高峰嗰陣唔會忘乎所以。呢個先至係聖物能給予一個藏家最頂級、最奢侈嘅財富。好啦，傾到呢度，我哋今日呢個議題嘅核心，大家應該能體會到啦。我哋請佛牌嘅目的，絕對唔係一場自私嘅利益交換。我哋請牌係請一尊大師嘅智慧化身嚟規範我哋嘅行為，係請一種穩定嘅頻率嚟調整我哋嘅磁場，更係請一份喺面對生活風浪嗰陣，能夠逢凶化吉、審穩應對嘅底氣。如果你抱住走捷徑嘅心態來請牌，你注定會成為商業牌商眼中的肥羊水魚。但係如果你抱住修心借力嘅心態來收藏，那些流傳下來嘅珍品工藝同埋大師原力，絕對唔會辜負你。下一次我哋會繼續呢個系列，我哋嚟傾一個大家都很關心，亦都好容易有誤解嘅話題：佛牌背後嘅核心理念到底係咩？泰國佛教嘅法門核心同我哋平時聽開嘅神話傳奇究竟有住點樣嘅落差？多謝大家嘅收聽和關注。如果你對請牌嘅真正目的有任何諗法，歡迎喺我哋群組嘅留言區一齊交流。